以赛亚书第29章，耶路撒冷的命运。阿里伊勒，阿里伊勒，你惨啊！大伯安营徛起的城，你惨啊！恁一年搁一年，做期照时庆祝。毋过，我要互阿里伊勒拄着灾难，伊会悲伤吐气，会亲像得烧的祭坛的炉。我要四围阵营围困你，要去土堆攻击你，去悬台攻打你。你会倒坏，对土堆讲话，对尘埃出碎碎的声。你的声会亲像牵亡的声，对涂骹底出来，亲像鸟仔啾啾叫的声，对尘埃出来。你的敌人会亲像油的土粉，强暴的兵士会亲像互风吹的粗糠遐多。一时仔久，忽然间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会用雷公闪呐、地动、狂风暴雨，甲吞灭的火刑罚敌人。迄时，攻击阿里伊勒列国的兵士，所有伫攻击伊的城堡，围困伊的，会变做一个梦，亲像夜间的异象消失。因亲像枵过的人梦见伫食物件，困醒枵得枵；亲像喙焦的人梦见伫啉水，困醒枵野生喙焦。所有攻击锡安山列国的兵士拢会安尼。警告无受接受，恁爱做戆人，出在恁动戆；恁爱痴迷，出在恁痴迷。恁醉茫茫，毋是因为啉酒；恁颠来颠去，毋是因为搞酒。上主有甲恁灌入当面的神，甲恁的目睭就是先知暗起来，甲恁的头壳就是先见看起来。因为安尼，所有的密事对恁看起来是红捌的册。一本册摕互捌字的人，请伊读，伊会讲：我袂当读，因为册封的。摕互毋捌字的人，请伊读，伊会讲：我毋捌字。主讲：一个子民用喙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毋过因的心离开我远远。因敬畏我，不过是照人留落来的假事。所以，我要伫人民中间做一项奇异佮奇妙的事。因智慧的人的智慧会消无，聪明的人的聪明会消失。对将来的愿望，惨啊！遐个想要对上主暗砍因的阴谋的人，因伫暗中做代志，讲啥人看袂着咱，啥人会知？恁颠倒是非，恁要甲烧毁师傅看做黏土是无？受造的兼会当对造伊的讲，你无造我；非兼会当对烧毁师傅讲，你拢毋捌。阁无偌久，黎巴嫩会变做肥的田园，肥的田园会亲像树林。伫迄日，失聪的人会听见册内面的话，失明的人伫蒙雾黑暗中会看见。卑微的人会因为上主加添喜乐，善车的人会高举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因为强暴的人会消失，藐视上帝的人会无去，长担要做歹的人会灭亡。因用无事实的话害人受定罪，甲伫城门口判案的人设牢网，佮用假见证陷害正直的人。所以，迄位捌救赎亚伯拉罕的上主对以色列人民安尼讲：以色列袂阁受体辱，因的面容袂阁再青笋笋。当因的子孙看到我伫因中间的所做，因会尊我的名做圣，会尊雅各神圣的上帝做圣，会敬畏以色列的上帝。愚戆的人会晓悟，熬熬念的人会接受假释。